利用咧牆上邊，總之係類似一埲牆嚇，或者瞓喺張床都可以，將個雙腳咧向天花板拍高對齊，鋤頭腳，膝頭對第二三腳趾，保護咧膝關節。呢個咧可以伸展膕繩肌、大腿後側全條肌肉。重點係你個腹部要擺低喺個貼地，後方即下腰貼地，膊頭貼地，然後放鬆。呢個係咧初學者或者係舒緩非常之好嘅方法。好啦，你喜歡30秒1分鐘都 OK， 然後慢慢將兩個大髀向兩個方向打開，都係鋤頭腳，留意係啦。呢個伸展大腿內側、內收肌群，都係啦。你雙手喜歡就可以擺喺頭頂方向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喜歡擺邊個位置都得，就係放鬆個膊頭可以啦。曲手直手都冇問題，上身係貼地啦。注重呼吸，吸氣漲肚，呼氣放鬆，都係啦。你自己喜歡 hold 30秒1分鐘、2分鐘都冇問題嘅。感受下我講而家伸展緊嘅位置，用呼吸去放鬆佢。好好地享受呢個伸展嘅過程，然後用雙手咧托翻埋兩條大髀，變一個蝴蝶腳，瞓喺度嘅蝴蝶式，腳掌對腳掌，兩個大髀向兩邊打開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手可以擺喺兩條大髀嘅側邊，重點都係將個腹部向下。下腰貼地，腰唔可以離地，膊頭唔離地，放鬆上身，然後喜歡又係將雙手擺頭頂方向，曲直都冇問題。瞓喺度蝴蝶式，又係暢通你個腹股溝淋巴，呢個 hip opening 打開嗰個髖關節，令你嘅嗰個下肢啊，嗰個淋巴暢通。企得多工作嘅呢一個咧，以上呢3個式子都好有效。然後要用手抱翻埋去，攬一攬，呢個係舒緩翻。然後跟住我哋扭扭腰啊嚇，將雙腳擺去是但一個方向嚇，我哋左右都要做。重點都係啦，你兩個腳拍埋啦，膝頭咧最好對住肚臍方向嚇，唔好去太低，太低呢條脊椎咧就拉得冇咁好嘅。然後慢慢吸氣，呼氣轉另一邊，身體喺中間嘅，膊頭係掂地嘅。呢個係伸展脊椎非常之好嘅方法。